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民党的前中常委范成廉，顶人呢进前提过大兵人数开500万未死情婚连书书，检方今甲这13人起诉，但法院甲范成廉判较重。既然有理长组团去到中国省6天拢免费有介入大选嫌疑，法院是裁定收押。另外，伫台中有警方掠着用嬉戏货币伫咧拔选机角。有100年历史的南投玻璃做招队昨开始荒山变水食菜5天，结果户户收电考钱，祈求合警平安。国民党的前中常委范成廉进前有替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咧选总统的时阵，改斗3共连署，涉嫌含这个新德关新布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也有前观音乡的乡长黄茂石等人，以1份400块的代价，甲民众买连署书，已经开500万，摕到4000份。检方侦查终结，依照涉嫌犯着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甲这13个人提起公诉，也望请法院呢，甲这范成廉判较重哩。手抱囡仔行出法院，新德县新布镇代表会主席王正基涉嫌替人买票连署，方羁押过外过了后，检方11侦查终结，甲伊提起公诉。14一审法院裁定30万交保。没有人讲说那个联署是选罢法，也不能买票，也不能收钱了。他收了1、2千份了，才知道说这是违法的。交保了的头一句话，伊讲伊唔知影连署袂当买票，含入贿选的风波，也有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范成廉同款互起诉，检方更且甲当判刑，审理了后裁定70万交保。犯人所为显然漠视政府查贿之禁令，妨害总统、副总统联署之公平、公正与纯洁，影响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检方查出范成廉为着要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摕到参选总统的资格，换伊家己政治的前途，涉嫌赃2000万，联合王正基、甲前观音乡乡长黄茂石、甲姓范的宗亲等人，甲加油站、甲超市等的所在当作据点，甲民众讲，若交1份连署书，就会当摕到400块。拢总发出超过500万，摕到4000份的连署书。检方以涉嫌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甲13个涉案人起诉。联署协会拘押到目前拘押35人，贿选分案总共有550件，681人，起诉2件1人。选战到底要到啊！检方检查不法，检察机关分案侦办，已经超过1600件。除了贿选以外，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嘛去检方列入重点。争斗法上来看，是包括犯我们这个选罢法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妨碍选举的案件，或者是从事相关违法的这个选举活动。涉及反渗透法，检方正式分案的已经有17件，29个人。因若境外资金介入的有37件，96个人。面对境外敌对的势力伫外来，咱国相关机关嘛较猛切咧，卖互民主选举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真有可能是介入大选的嫌疑。伫家人地检署是接到chứng主，讲一名姓吴里长组团去到中国山东免费旅游6天，也考虑到这位里长呢有灭证的行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落尾法院是裁定收押。另外，讲到这个选罢法 AI 侵权影音条款施行啊，若是这候选人的影像，互警察机关认定有经过电脑合成，或者是科技的方式侵盗伪造。候选人会当要求媒体伫2天内就要入境。碰到境外势力介入大选，家人地检署接到chứng主，讲家人市姓吴的里长招揽其他的里长和亲友，拢总33个人去山东耍6天，只有5500，后壁佫退因人民票1000块，规则定义免钱。检方13团款29个人到案，先后认定姓吴的里长涉犯反渗透法，嫌疑重大，佫有灭证证书，法院裁定收押。招揽他人赴大陆旅游，好，那接受一些陆方的招待。那这部分呢，被我们怀疑说有借选的一个情势，持法院合法的搜索票，依法执行搜索，并带回相关的人去厘清相关的案情。除了疑似招台行程改选，假设是有可能影响选举。美国媒体因社群媒体小号分析公司的报告，讲有超过800个假小号涉及对台湾施施，想要影响台湾大选。今日到今，公安局已经通报要700件假信息到各行政单位，尤其假信息若符合假下载要件，会通报行政院相关部会，随做及时的澄清。
非常多，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好了。确实去查证，简讯不是现在就有，只是说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它的传播更容易，它的成本更低。自己都会希望说最后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对科技进步，计消息的手法有真侪变化。今年5月，通过选拔法 AI 亲为影因条款的修法，那候选人拄到影像防深度改造，冇应对之道。用科技变造的一个方式所形成的这一个影音，都会是属于声位影音，是由你参选人以及候选人来进行发动。候选人的影像经过检察机关认定有好成，也是科技深度改造，就当要求媒体伫2天内移除。社群业者嘛有把影片提掉的法定义务，避免这不实的消息继续散播。记者综合报道。搁在一个月特别大选咯，台中即马掠到6件跋选举的搅盘，总共有10个人涉案，缴金已经签的到1500万，就一个主嫌防收押禁见，而且为着要闪这警方的追查，甚至有一件这跋缴呢是用虚机货币来签，这也是这届总统大选掠到头一件跋虚机货币选举缴。警方搜索黄姓嫌犯的坐车甲徛架，因为台中检警专案小组掌握证据，伊涉嫌经营总统选举赌盘，而且要求赌客使用虚拟的货币泰达币额度，已经收到缴钱将近600万块。其中有一名嫌犯是用泰达币来接受下注是要规避警方的查缉啊。我们会针对他的热钱包、冷钱包来做4位的间隙，来做向上的追查动作。泰达币属于加币虚拟货币，甲美金的汇率是1:1，因此有隐蔽甲容易变现的特点。这也是这届总统大选头一件以虚拟货币额度选举赌盘的案件。你这个就是我自己跟人家对赌的啊。台中警方也查到另外5件选举赌盘，张姓嫌犯敢成组头再来顶高的人，以签单的方式提供额度，而且分为 PK 盘、牛票盘、三卡赌等3种不同的模式。当中是查扣签缴现金875万外块，也有电脑、手机等证物。密集执行了3波收居行动，总统选举赌盘6件10人，同时本案的张姓主嫌收押禁见1人。警方顺后将相关的涉案人以违反总统甲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刑法跋缴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其中张姓嫌犯收押禁见，警方也对虚拟货币额度展开数位监视，向上溯源追查。记者台中报道。民总统的郭本天今日去到金门拜票，也签同意书，表态支持金门下门起大桥的公投。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到高雄拜票，发出少年人买厝边投机款，也有囡仔下课了后的照顾，强调当选了后就会开始做。那民进党的副手萧美琴是出席到台湾转型8年新册发表会，听蔡英文施政的成果，也讲互台湾会当面对一个变化快速的世界。全力支持柯文哲。签同意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表明支持金华大桥公投。郭文铁10时到金门沿路邮票，强化热情。未少支持者要求做伙翕相。前一暝郭文铁伫专访谈论两岸关系，讲会甲中国讲9日强势已经歹名声，是不是换名来解决？郭文铁表示需要双方协商沟通。不管内容怎么样，当那个标题已经烂掉的时候，标题大家一听就不喜欢，也许应该换个名字。应该是双方透过这种彼此的协商，然后说彼此的沟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为高雄开始坐车拜票，到民进党的大票仓冲南部选情。侯友宜进前提出青年买厝免1500万投机款，课后照顾免费政策引起议题。10时佫加赌，表示当选了后就会随实施，上紧就是明年。当选以后，到520之前，我们的交接小组。会把这2项列为优先处理的重要项目，所以我明年当选，在明年立即会实施。在做研判、在接轨的非常关键的时期。那未来几年我们还是必须要继续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主轴跟思维，去看待一个快速在变化的世界。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14时出席蔡英文甲台湾转型8年新册发表会，讲这几年蔡英文的政绩，也有2个人做伙做代志的经验甲改变。萧美琴表示，世界在变真紧，拢爱事先做好准备，才会当面对管控风险，也以这项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中昼，中华关林的三民公园传出乱杀人的案件。3个查甫游客经过嫌犯的面头前，这嫌犯说是凶起攻乱扑，造成其中2位面暗棍手拢有受伤。这个嫌犯犯案了后，佫想要行底路，落尾也互警方压制。目前所了解，这嫌犯有精神状况的问题，也佫伫咧调查当中。3个游客对查甫人头前行过去，原本是坐椅仔顶，伊却忽然间摕刀仔出来攻击其中2个女游客。我咧咧哦，袂使记的哦。啊，你敢有听到查某咧休？有咧。伊休完啊？我救人哦。颈部有刀伤的情形，然后2名女性，其中1位是脸部跟肢体有遭砍伤的情形，另1位是颈部跟肢体也有遭砍伤的情形。女游客大声喊救命，其他的民众嘛斗报警察，但2个人的手面暗棍嘛是互刀仔扑着伤。这查甫人伫警察来的时阵，摕刀想要行底路防制服，交在3个人到院的时阵，意识清晰，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精神状况都很 OK，生命倾向也稳定这样。他情绪大概怎么样？情绪他都不讲话，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问出他为什么原因这样子。游客从犯嫌前方走过之后那犯嫌从后方来做的攻击。为什么会攻击呢？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厘清当中。警方讲，这查甫人是咧游客行过去的时阵，才徛起来对后壁攻击，双方是无熟悉的，犯动机搁爱追查。因为这查甫人对方掠到去病院拢无爱讲话，初步掌握查甫人敢若是精神无啥好，捌伫当地看医生摕药啊。专案以杀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伫今年下半年有抓到2件重大案件，其中1件是毒品走私案。伫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之下，对高速公路顶头甲这货车砸落来，超出3级毒品开塔边858公斤多，这市价就要17亿。另外一站是利用外籍邮轮维修的名义，因利用这密道甲这走私的香菇，也有分送入境，这也拢抓到啊。等一下先拔枪咯。海巡署警方分署基隆查缉队，伫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之下，7月20日透早，会动几个单位组专案小组，伫高速公路顶悬，甲一只货车砸落来，先甲驾驶压伫涂骹，了后甲后斗开，发现数量真大磅的毒品。这个外包装写低米的第3级毒品 K 他命，重量有到858.77公斤，市值17亿。专案小组继续追查，到11月份进前，小连续抓到幕后的中人主嫌甲金主，4个嫌犯13已经互提起公诉，其中协助载毒品涉判的嫌犯，也是一个退休的警察。我们只有掌握到货车的部分，那海上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就是事后抓到这些幕后主嫌的时候，他们有供出，就是说他们是要用渔船走私，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清查中。海巡人员甲电箱开，甲电路板拆起来了后，内底有一个密窗。向来海巡署台南查缉队嘛会动几个单位，破解新的走私的模式。西亚山共和国籍的邮轮，竟用维修的名义，想要闪过检查，而且因阁租一个趴远的船厂，偷偷说输送带，用流浪走私粉超过148万包，还有走私70吨中国的香菇来台湾。长驱直入，直接就到造船厂，用那样精良的输送带来直接卸货，其量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走私香菇甲粉等不法的货物，总市值超过2亿5千万。专案以挺治走私条例、分酒管理法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但是下晡，行政院长陈建仁专工去海巡署基隆海巡队，为了为免相关人员的辛苦，发加差金予海巡署基隆甲桥头等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每年特别公司化路，毋过却互铁道局查到，包含5个工程维修车的驾驶，干那工作证却是无驾照，也有超过50个列车长含站长体检、机能检定拢无合格，而且也无对出勤的人员做纠测，总共甲因罚240万。台铁是强调讲袂搁再违规，而且会加强查核。台
代替公司化明年元旦挂牌，不过交通部铁道局今年进行安全检查时阵，发现代替真侪项缺失，包括5个工程维修车驾驶敢若工作证无铁道局核发的合格驾照，互人罚30万。这是铁路法头一届罚无照驾驶的案例。不过铁路工会代表是讲，部分原因是铁道局审照的速度上慢。我们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就是有关于我们证照要重新一个换发，delay 了很久，数个月之久。我们工会在很多次的劳资会议也特别提出来过，说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改善。对这代志，铁道局是讲，审查作业拢依法监理，未随便放伊过。另外，代替嘛，互人查到差不多有50个列车长加值班的站长，无通过机能检定，也是体检都上线工作，互人罚120万。也有乘务人员无落实守则，罚60万块。拢总这3案罚的金额达到210万。代替是回应未来会加强查核，未阁发生违反规定的代志。就要看主事者有没有在整个心态上面做一些改变，某种程度需要让这个票价也做了一些调整，让台铁的员工不再有借口。学者认为代替相关疏失可能是久长年无解缺失，公司化了后应该建立赏罚分明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的福利，搁爱严格要求营运安全。交通部长王国才讲，过去1年多，代替有伫进行相关的检讨，安全改革原来会持续伫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有一个100年历史的基安清醮，今年照例举办3献清醮祭典。对昨开始呢，逢山浸水，也即个里面拢爱食菜5天，而且家家户户呢拢收丁口钱，展现大家为着这做醮来付出，祈求合境平安。一人一拍火，摆做一个福的日。南投埔里为13饭店柜开始食菜。拢是为着3献清醮祭典，店头甲饭仔拢配合袂输的，或者是规气休困去庙林做义工。外地游客虽然感觉食物件有淡薄无方便，不过嘛愿意入境随俗。我跟我朋友是想说这一段时间有空，对，就想说来尝试做一下这个生意看看，这样。对。这几天生意还好？这算是我们第2天啊，就是也算刚开始，目前的起头算是还不错。这个时阵可能较歹做啊，较歹做吼。无来入境随俗啊，安尼啦。埔里镇的祈福做醮法会，上早会当追溯到1900年开始，每12年举办一届，而且伫法会举办了后的第3年，搁办3献清醮祭典才算圆满。伫祭典的期间，毋但规个埔里食菜5天，家家户户会交丁口钱，发展出独有做醮的文化。咱埔里人非常踊跃，交丁口钱呢，伫咱家属呢有80%外趴。这回呢，因为过3年了吼，咱的3献完醮，伊的丁口钱这回较少，大约有69%外。那这123年的当中，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前埔里镇的镇民几乎是总动员，所以因此才能够得到评审委员的青睐，所以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祈福做醮法会伫2021年。由南投县文化局登录做县级美术类无形文化资产。文史工作者认为讲，无论就历史、参与的人数，还有食菜等等特殊的风俗，拢会当呈现埔里的特色。这届祭典按算17到18，会举行放水灯甲普渡，嘛进入这届活动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7股的气温顶个月有3只小天鹅飞来到这过冬，即摆也有人发现讲有一只大天鹅也飞来啊。台南市的生态保育协会就讲，要一届看到这4只做伙活动真罕见，甚至是大天鹅头一摆飞来到台南地区，请真侪爱鸟的人来这欣赏。台南7股的气温2礼拜前有3只小天鹅飞来这过冬，即摆阁互发现有真罕见的大天鹅，就是人讲的黄喙天鹅。伫小天鹅边仔收来收去，这只大天鹅3天前原本伫苗栗通宵，头届飞来台南地区，消息一出来，遂引起鸟友界讨论，下袂少人摕相机来翕水面上这个4只天鹅的景象。我是6点多来，就已经在这里觅食了，刚刚要起飞。他们都会很可爱，他们会抬起头彼此招呼，会有一个鸣叫的动作。那鸣叫动作，它会左右去看看那个风向，
所以一般它是逆风而行啊，所以它会有个助跑，会利用它的双蹼去划水，然后颈部向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天鹅是芬兰国鸟，嘛是二级的保育类动物。因主要伫西伯利亚迄带咧生活，寒天才去飞去日本、中国等所在过冬。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讲，台湾并毋是因飞的落山区，即个会使看到咧推测伊可能受到天气等自然原因，地势无法度照弯路山行。会来七国家协会认为，参地方生态丰富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讲，伊遮有设立伊居住甲伊的食物，可能。因为早期只拢种这个海菜，海菜可能有一寡迄个无收的鱼面无收的留伫遐，有通去食，最主要通去食。未来敢有机会会使看到大天鹅咧。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回应，气候甲生态一直在变化，无法度有确定的答案。因提醒民众若来赏鸟仔，唔通伤挖近，惊搅了着远道来hand客。记者李成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早起受到这辐射冷却所产生辐射雾，致使这污染物累积条的。今早起各路的空气品质观测站拢出现柑仔色的灯呼，对中昼开始呢，复兴小港大寮拢跳做是红灯。也因为这个拜六礼拜天气要搁再翻冷咯，到时阵南部的空气品质可能会愈歹。摩天轮雾拢看袂清楚，这是因为大环境东风甲海峡广热气流，致使大气较潮湿。透早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产生辐射雾，热温搁压制大气扩散，致使污染物累积。高雄中昼开始，差不多所有的空气品质测站 AQI 达到柑仔色提醒，复兴小港甲大寮3个测站连续到红色警示。看过去那边雾雾的啊，对啊，如果是空气品质好的话，就是像。出来就会感觉很清晰。空气歹，唔来影响视线。到中山5号高速路口，一寡骑机车人、行路的人拢挂喙罨，家长嘛烦恼空气污染影响厝内过敏儿。他就是会打喷嚏啊。喷水车沿路泉水减少土粉。高雄市环保局嘛提早伫13通知中港中油这工厂降载减排，早起原来派人到工厂检查风地设备，通知辖内的大型排放源执行降载减排的措施。那今天呢，也持续的进场进行查核，并通知辖内的大型营建工地加强相关的防治作为。那也执行了交通员的路边拦检及拦查的作业。5号各7站的数台陆续降低，暗过礼拜六全台湾变天，东北风增强了后，伫较风尾的高雄扩散条件嘛较差，空气品质恐惊会阁变歹。环保局原来讲，秋冬天大气环境变化侪，会持续监控来做因应。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中国北京最近温度一升就降到真低，气象单位也做一届发布大雪、寒流加冰冻这3项警报。当地学校对13开始停课，企业也是自主上班。也因为即马是毋是上界冷的时阵，拜六可能会达到零下18度，出现这过去10年来12月上界强的寒流。大雪一直落来，民众伫即时青路小心啊行。中国北部即礼拜温度向降低，受到北京顶礼拜早来一阵初雪，拜三就出现第2波寒流，一定会出现暴雪。气象单位即群发布暴雪、寒流、冰冻加大风4项警报，是今年以来头一届看。北京市政府是宣布幼稚园到中小学礼拜三开始停课，同时也通知企业会当调整上班时段。尽量不出行了就是吧？天又冷，然后路上肯定也不好走。天气冷季季，民众出外拢包夹密。即个落大雪嘛，拍乱北京的交通。13当地机场原来有将近700班航班取消，铁路嘛是大乱。受降雪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临时停运列车31趟。天气冷到互人无想要出门，啊，毋过有人颠倒趁落大雪，气温降低，出来体验寒冬游泳的滋味。拜三有几落的男性，遮尔冷的天气，敢穿游泳裤、戴游泳帽啊，因就跳入冰冷的湖来游泳。边仔人看了拢讲，因实在身体真好。天气真好啊！太棒了，棒吗？中国气象单位讲，大雪会持续到15，啊，毋过落雪了后，寒冬随到位。北京这个礼拜六温度会降到摄氏零下18度，可能会出现当地几60年来12月上冷的寒流。当局特别提醒大家，大寒要到啊，一定要注意穿好袖。公司新闻7万0编译。
以色列第13表示，无论国际社会敢有对因要支持无，伫加沙战争拢一直继续，一直到消灭哈马斯。想袂到东港呢，就去中着人的埋伏，10位前线指挥官拢死亡。也若伫咧加沙地区当咧落大雨，难免也的人道危机会愈来愈严重。以色列军队13公布加沙市的激烈战斗画面，在红榜甲密密麻麻的细郊野区，以军以压倒性的优势武力，一号一号去搜查对战。哈马斯嘛继续拼命抵抗，24点钟内拢总是造成10位以军的官兵死亡，因大多数拢伫咧支援友军的时阵拄着伏击。死者包括一个上校前线指挥官，一个中校军团指挥官，是10月31以来上惨重的一摆单日损失。以军的炮火已经造成加沙18000外的巴勒斯坦人无命，各地人道危机是继续恶化。加沙伫1年的时间都落大雨、做大水，民众都压好担要领粮食，处境是愈来愈歹。加巴利亚的难民营内面有一个爸爸抱因查某囝的遗体，伫浸到大腿的水内行过去，画面看了是互人真唔甘。当地卫生状况真歹，临时的布棚随时拢会放弃，几百个人用一间便所，无清气的水和食米，病院嘛无药啊。医师警告，已经无法度阻挡各种传染病摊开。الأطفال هيهم يعني إحنا شردنا من الموت لا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يمكن هيك شهداء نموت أحسن من هالموت يا شيخ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البنات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بنات وهدول كلهم هنا والله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يشهد الله علي بناتي ناموا على المية والحرامات مية الأكل لا ملاقيين أكل ولا ملاقيين شرب ولا ملاقيين دواء ولا ملاقيين ولا حق。面对拜登和国际的因无差别来攻击平民，以色列强调讲，不管国际支持还是无支持，因拢会战到底。美国13日搁一摆宣誓讲，虽然对攻击行动有疑虑，但是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减少。公司新闻市会长评语。伫咧澳洲西部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伊伫2岁半就讲伊要做飞行员，目前也当咧训练相关的课程，希望有机会变做全世界上介少年的电动飞行机的飞行员。I'm 10 years old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aviation so much that I'm already a pilot. 敢若10岁艾米斯派赛是驶全电动的教练机，伫天顶飞来飞去。伊讲自细汉就知影家己想要做飞行员，2岁半的时阵就表达出足想要飞行。7岁的时阵体验第一摆飞行，后壁阁学操作空飞机，和其他的产业同款，航空业即嘛渐渐拢正能摆放。斯派赛的父母为了完成伊的心愿，规家伙仔对昆士兰搬去西澳洲，伊专自动教练机飞行课程，敢若才有，而且斯派赛将有可能变做世界上上少年的全电动机飞行员。今年，伊甚至阁受到邀请去加州参加女性航空峰会，分享伊家己的飞行经历。I am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help the future of aviation by lessen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flying electric. 电动机目前的航程有限，飞行课程公司讲，伫特定的空隙会当飞行1点钟。即马当咧培训飞行员，互未来第2代、第3代的机种会当替商业航空服务。Learning to fly in an electric plane is typically a little bit easier.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is displayed is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easier to consume as a pilot. It's also a lot safer. 西澳洲计划要变做电动航空的中心，目前已经有3个机场会当提供充电的服务。当地的航空公司 Aviair 按算要伫2025年推出电动对地气缸飞行机，主要是要用伫旅游和飞行体验。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美国国会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包含150项对美中关系建议，还有美国政府就要修改对中国政策。报告当中也警告北京，若准拍台湾会受到经济制裁，而且也强调这台美应该要赶紧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2公布53页报告，提出为重新设置预防甲建设3方面来纠正美国政府过去30年来对中国错误的政策，包括150项政策的建议，爱调整美中经贸关系，嘛警告北京拍台湾会受到经济制裁，而且强调台美应该优先建立自由贸易的协定，加总2024年立法的目标，甲对抗中国的难度。Because we have become dangerously dependent on a hostile foreign regime, on a genocidal communist regime that has threatened to weaponize
our supply chain dependency. So imagine if we got into a conflict over Taiwan, if they cut off the export of advanced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nd Americans couldn't get access to life-saving drugs, the chaos that would cause. 报告嘛建议国会应该制定类似甲台湾共一个战线法案的法律，加强甲台湾合作的关系，避免美国资本甲技术流入中国。现若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包树可嘛发文呼吁拜登政府结束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才会当协助北京采取更较侪行动，反对中国公开干涉台湾的大选。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he ability to work with China both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on broader global issues when it makes sense to. 拜习会了后，美中想要互紧张的情势较缓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相关层级中国事务官员蔡斯已经甲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刘典会谈。这是蔡斯2月秘密访问台湾，历史2个人之间高阶军事会谈破局以来头一届。重申支持我国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感谢。台美13伫华府就台湾国际参与举行工作改善的会议，双方就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甲其他国际组织甲论坛进行实质而且有建设性的讨论。美国伫会中强调对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甲其他国际组织坚定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台湾一个外月的新任日本驻台湾代表片山和之，今日举办就任酒会，伊毋但欢喜讲了真好个老台语。片山和之表示讲，伊任内有3个使命，就是要互台日关系变更较好，也强调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向在场的贵宾问好，来台就任一个月的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甲夫人片山由美里举办就任酒会，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台日协会长苏家全甲各政党代表拢有出席。国军时尚回马祝福，外交经验丰富的片山和之全程拢用正老的中文致辞，更加特别是原来有点一下台语。他的后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了硕士论文，选址接近的此刻。来台旅行，不仅感到命运的奇妙，台湾海峡的和平及稳定，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讲到台湾真有缘，片山和之讲，台日伫文化观光领域直接真济，也伫经贸半导体产业密切合作。片山讲，家己在任期间会努力完成台日关系更较好的3个使命，也搁再声明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合作也正在发展，例如台积电在熊本县投资，台湾对日本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日本政府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合作。CPTPP 是台湾人最大的期望，还有在未来如何加强双方安全的一个共同的防卫。台湾跟日本是休戚与共，都要拜托大使帮忙。苏家全讲，片山进前派驻秘鲁任内，都定定帮助台湾。伊也引用宫崎骏动画中的台词，希望片山温柔对待台湾，推动台日关系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下晡召开今年最后一摆的理监事会议，国际这利率依次无要变动，这是今年央行第2季开始呢利率连续3回报调整。另外，央行也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调降到1.4%，不过认为明年有机会会当起到3.12%。中央银行14时召开今年上尾一摆理监事会议，考虑到今年国内的通膨率和顶年比是慢慢下降，而且明年的通膨率可能会当降到2%。另外，预估明年产出的欠扣会继续是负担，前景共款是真侪风险。理事会是决议讲维持利率无改变，顶贴利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维持年息1.875%、2.25%和4.125%。这嘛是央行对今年第2季开始利率连3动，连续几个台风，所以让我们的第3季、第4季，特别是第4季的那个 CPI 呢，就高涨了。这个不确定性
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咱国的央行是对美国的联准会 FED 宣布利率连3动，外界嘛关心，明年美国降利息，台湾敢要对咧做？它要降息，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这样子，那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有金融讲，全球的终端需求是继续压不起来。虽然疫后个人旅游和餐饮的需求是真热，但资本设备进口继续是负成长。今年咱国的经济成长率才降收到1.4%，不过来看明年经济成长率有可能调升到3.12%。高铁、飞机，然后班客满，然后我们航空公司明年还要增购班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业绩表现不错。明年我们台湾是个内热外温，然后我们的成长率大概可以在3%以上。另外，央行讲，全体银行建筑贷款成长是继续慢慢来行，每次贷款成长是对帮持交易成长回升来增加，但是自从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以来，不动产的贷款成长是明显开始降，而且不动产贷款的移放比率拢维持在低档。嘛表示信用品质真好，未来密切关心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有可能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4年前以817万票史上上悬的票数连任成功，以即前8年明年5月落任。落任进前呢，有作家记者联合出一本写总统蔡英文的册。时代安怎转弯？伫实册发表会顶悬呢，搁再邀请亲近蔡总统的幕僚，也就是前文化部长陈丽君，也搁有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来座谈，讲因所看到的蔡英文。蔡政府执政要8年，落任进前，3位当代文学作家、记者同齐写出这本册，描写台湾头一个查某总统蔡英文，记录这8年以来蔡总统执政的点点滴滴。伫新册发表会的座谈会顶悬，亲近蔡总统的幕僚萧美琴、陈丽君，互人邀请来对谈台湾这8年当中的转型甲未来的可能性。陈丽君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信任伊，甲文化政策的基础工程交予伊来做。我那份白皮书也是写得很硬啊，要做很多立法、很多组织的改造，然后这个好像设立文策院啊，或立文基法等等啊，都是很打底的工作。那4年他没有要求我要马上有什么短期的亮点。我们看到民间文化力的爆发，台湾有台剧、国片，像文化科技，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开始说台湾艺术家的故事。作家张惠晶伫册内底也有写到，伊希望利用这本册探讨台湾伫蔡英文执政8年了后，伫世界上有啥物新的位置。针对台湾成做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萧美琴讲，伫台湾推动婚姻平权的时，政党受到真大的攻击，甚至有党员面临互人罢免的危机。但是落尾推动成功，伊踮美国做代表的时，通骄傲讲出台湾是亚洲上进步的社会。不过萧美琴也讲，伫过程当中，蔡总统爱协调、爱凝聚共识是真无简单。需要对社会共识的凝聚，尤其是高度对立的议题。至少我看到的蔡总统，他是一个沟通者他是一个意见的整合者，他是一位协调者。那当然，最后他也是决策者。蔡政府执政这8年，有拄到新冠疫情气候变迁这的大议题。萧美琴讲，蔡总统时时斟酌世界局势，替台湾做好准备。陈丽君也想起过去参蔡英文开会时，面对无同的意见，伊要是斟酌听，才做出判断。也若这本册也访问蔡总统身躯边35个政府官幕僚，讲出因所看到的蔡英文。记者陈准由台北报道。政大学生会和学务会议学生代表，伫学期提出增加多元文化假，而且增加更较济工的关注民族的岁时祭期假。学校经过讨论了后，决定要找大生，对明年2月开始增加多元文化假，学生一学年会当请2天。也若关注民族的岁时祭期假，是对1天增加到5天。离开原乡到外地读大学，一寡原住民的学生囡仔，若是要参加部落重要祭典，还是活动，根据原民会公告，今年有1天岁时祭期假，暗过无符合实际需求。1天的时间其实不太够，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往返原乡部落的一些路程，我可能会因为只有1天，我就不去请，然后我就不回原乡去放这个假，去参加这个祭仪了。
正大学生会甲校内原民社团比对了后，算出5天较拄好，因为校内有袂少境外生甲侨生，学生会嘛提出增订多元文化假1天至3天。校方面经过讨论，进行伫学务会议通过112学年第2学期开始，只要肩负证明，原住民族的岁时祭仪假每学年1天增加到5天，增订多元文化假每学年会当请2天。像是客家人的天穿日，那穆斯林的开斋节，或是泰国的泼水节，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概念其实都放在这个假别可以请的这个里面。我觉得 OK， 就是既然规定都在那边了，然后也是正当的理由，可以鼓励我们多了解自己的文化跟我们旁边的学生的文化。正大算伫全国大城实施增订多元文化假，学生会讲代表性的意义真大。校务长蔡炎良讲，透过这个做法，表现学校支持多元文化，甲无共宗教。妈祖绕境对他是很重要的，他要去请假，这个也是可以这样。我们请假其实基本上老师还是要同意啊。那做学生想要对妈祖去示警，煞拄着考试，正大是讲是毋是准假，后续要补课还是补报告，这是老师的权限。授课要有一定的学习成果检验，袂因为准假都无学习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新竹虽然有区学园区，不过长期以来所爱面对人口产业文化发展无瓶颈的情形。政华大学为着要协助新竹地区的发展，出因家己的特色。而且来透过这计划呢，派学生到地方，参地方团队做伙来讨论推动社区的发展。新竹县关西镇郑家壁面积12公顷，一年产量约1000公斤。过去因为环境关系，农民常常无法度确定当时才是采收咖啡豆啊上好的时间。即马透过清华大学的 AI 技术来检测咖啡的发芽程度。帮助农民种出好咖啡。我们知道说哪个时候该施肥了，哪个时候该浇水了，或者说哪个时候我们在后置的时候，它发酵到哪一个程度，我是不是要进入下一步了？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这个产区的那个整个风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就不会有到咖啡过发或是发酵不够。为了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清华大学区域创新中心的团队迈到新竹县市各乡镇，透过讨论以及亲身参与，来帮助在地民族找出地方特色，强化跟在地连接。大学社会责任计划，那他其实那个想法就是说，今天大学不应该只是在大学里面，而是他应该走入社会，然后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可以把在地的产业，然后在地的生活，其实同时把它支撑起来。根据不同系所的专业、不同老师、不同学生的专业，那我们去对接不同场域它的特性、文化、产业、风土民情和背景。那我们透过这样子去找到最好的解方，然后希望可以让整个新竹县市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发展。创新中心团队举办成果展览。现场邀请乡镇代表，大家把做伙来签大新竹地方创新行动宣言，希望透过计划，甲学校的资源甲地方分享，帮助大新竹发展。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展现所谓软体学校5G 科技成果的嘉义县头一届数位内容加教学软体应用展览会，14日天伫咧嘉义县举办。展览的内容有所谓教学课程、比赛加体验活动，要让这嘉义县的老师甲学生呢有无同款的教育学习体验。学生囡仔合作来进行机器人的比赛，边的舞台顶，阁有学生用拍电动过关的方式来回答生活教育的问题。14日，嘉义县举办第1届所谓教学软体的展览，让老师甲囡仔会当来体验无甲学校推送的所谓教育内容。它结合了游乐跟一些程式，让我们从中获得知识，又可以玩乐。咱嘉义县有真侪偏乡的学校，囡仔嘛会当透过网络爱伫学的时阵呢，嘛会当互因有各种丰富的资源安尼。除了展现学校推送所谓教学的成果，嘉义县政府嘛甲有大数据的所谓教学平台来合作，希望透过平台累积的内容，让老师的课程也是囡仔的学习会当更加多元。现场操作、现场访问，伊印象会更加清楚。也是毋茫讲是这种活动会当激发囡仔更加侪无同款的思维。老师的部分或者在补习班啊各方面取得资源比较多，相对的我们偏乡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化的部分来学习。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可以整个评比，也可以解决偏乡的老师的不足的部分。所谓教学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不过也是需要老师指导，透过展览大家互相交流所谓工具的应用，目的都是为着生囡仔学习的兴趣，增加学习的效果。记者刘慧婷家己报道。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宠物登记数量大概有21万多，宠物成做咱人上界重要的陪伴。即马公庙唔有替宠物店光明灯念宠物过身，也有公庙替因念经超度，咱做伙来看卖。庙宇内底真侪法师等咧念经，详细看即句的牌位真无共，写的是动物2字。即马公庙唔若替祖先超拔度化，高雄即间东照山嘛特别伫法会中替宠物亡灵设坛。互主人会当替过往的宠物来超度祭拜，公庙是比较祖先科技，会专工替宠物来做牌位，连饲料嘛拢会传便便。比照咱的祖先的科技咧做拢共款，但是阮有另外做一个牌位，即动物灵的牌位拢共款，下伫祖先的边仔遐。啊，阮嘛有是家己用迄个狗仔要食的物件，阮嘛是会家己用。东照山表示，今年拢总有300位主人报名，要替厝内猫仔、狗仔来超拔。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狗仔、猫仔登记数已经有21万多。现代人生囝少，动物伴嘛加做厝内重要成员。真侪民众认为这是未来趋势。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还蛮多人在养宠物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新的流行啊。这样可以让他在另外一边也可以过得比较顺遂，然后可能比较也没有烦恼。在人间的话，可能都可以把人间一些烦恼都不要带到另外一边去。唔有金庙来照顾动物往生代志，家己的新丰庙今年嘛替动物来点光明灯，唔有狗仔、猫仔，佮有乌龟、蛇等等宠物。可见主人希望新丰爷会当保庇人甲宠物拢平安健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去到柬埔寨有一种真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叫做嘟嘟车，一般拢是查甫的驾驶。主要原因是当地社会保守，无多接受女性骑嘟嘟车。不过，这款的情形呢，渐渐有在改变。有一阵女性组成的车队，伫咧五哥区接待观光客，服务真好。其他男性的驾驶也开始改变观念，相信这女性也会当担起这个责任。甲火插伫咧座位的4颗位啊，详细甲车变好清气，才搁伫安全帽上路。逐工载观光客伫咧闪入的大街小巷来去，是浪费所上爱介意的代志。伊是柬埔寨真罕见女性嘟嘟車，亦就是機動3輪車的駕駛。ដោយសារខ្ញុំស្រឡាញ់មុខរបរហ្នឹងហើយព្រោះអីគិតថាមនុស្សស្រីយើងធ្វើបានគ្រប់គ្នាព្រោះការងារហ្នឹងគឺជួយឲ្យខ្ញុំនឹងមានប្រាក់ចំណូលជួយគ្រួសារខ្ញុំដែរ要做这份工课对伊来讲是真无简单，毋是因为能力好歹，是因为女性的身份。柬埔寨社会保守，因为女性本来就应该爱还家，无应该出来趁钱。加上一般人认为讲，开这种机动3轮车的拢是查甫人，那查某人要来做是更较困难。如往所非侵头做这道的时阵，真侪做工作的男性拢甲笑，或者是甲骚扰，毋过伊是拍死毋退。ចាឥឡូវនេះខ្ញុំទទួលបានជោគជ័យច្រើនណាស់ព្រោះពួកបងបុរសឥឡូវគាត់ដឹងថាខ្ញុំរឹងមាំអញ្ចឹងគាត់ទទួលស្គាល់ខ្ញុំនឹងចូលធីមក្រុមរស់ស៊ីជាមួយពួកគាត់អញ្ចឹងណាហើយគាត់នឹងសរសើរពួកយើងដែលយើងជាស្ត្រីដែលរឹងមាំអាចមកតស៊ូមួយពួកគាត់បានអញ្ចឹង另外一个查某司机打做这道的时阵，嘛会承受别人无共眼光，就连女性的乘客嘛无愿意坐伊的车。ពីដំបូងមកខ្ញុំជាមនុស្សស្រីហើយខ្ញុំបើកបរលម្អអញ្ចឹងខ្ញុំពិបាកខ្លួនឯងក៏ពិបាកនឹងទទួលយកដែរហើយក៏មិនគិតថាខ្លួនឯងនឹងអាចធ្វើបានទេតែដោយសារកត្តាជីវភាពរបស់យើងពីមុនមកទៅយើងលក់ដូររស់ស៊ីវាអត់សូវជួបការលំបាកតែដល់ពេលយើងជួបការលំបាកខ្លាំងក៏សម្រេចចិត្តថាបោះបង់ឈប់រស់ស៊ីទៅ在做机动3轮车驾驶的女性，目前拢伫咧闪入的一个车队服务，20个成员拢是女性。因亲切的态度，还有变甲真清气的车，大概是真学到。They're drivers that they're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what they do, and that they really enjoy it and feel proud. 不过，这骑机动3轮车的女性嘛讲，伫柬埔寨几啊万的机动3轮车的司机内底，女性也是少数。伊呼吁政府的官员，希望因会当亲身坐女性驾驶的机动3轮车，对打破社会性别的偏见会更较有帮助。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隆到顺德对19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内底嘛有旅游资讯。你捌画过什么？魏德胜导演合作的卡农。厉害吧？啊，这是我画的漫画，画景伫咧东石。拍卖过程中，你嘛是爱真注意。我好尾有较特别的物件。喂，那有可能？你嘛毋捌看？唔捌，从来唔捌。这是西瓜面的汤。食看卖啊！剩到骨头里面。公司第一台节目上精彩，天顺中药行正式开幕。12月13开始，拜一甲拜五早起12点，暗时6点，网界女人。笑哦，就是安尼。凊彩学就有啊。12月22开始，拜五下晡5点半，收成的迄一天。我敢真正嘛有法度，后摆若搁再见面，要互伊插一条。拜六暗时8点，派对卡空灵。一条歌的歌名是讲破病无想要去医生看。唔受医。12月31开始，礼拜暗时10点，唱歌互恁听。上好看、上好听的节目，拢伫公司第一台。要互我抢什么资料？这张是你同意你一世来每一案，拢爱花时间替我写功课。拜六礼拜早起6点到9点半，史努比就伫公司第二台。在宜兰，青嘛是鱼啊。宜兰外海真近啊，四界拢有海产通食，嘿啊，就是讲甲这介绍给所有的人。在地真正有青，还有4个20通可爱查某囡仔。就讲说，如有运送收入，就用一个公版去跟他讲说。这些没听过的鱼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好吃的，然后让大家都会愿意尝试不同的海鲜，有去腥的效果。这群人哪卖鱼啊，哪福兴渔村，悄悄啊向梦想去行。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
无你，佫是啥？我爸卡嘛较压力大吧？你是坑亏。龙川好，你阿爸的船写你名的，莫莫佫烦就好。这种感觉，我知影。酒啊嘛，你莫佫用白酒啊。